复处大会，如来说法，离如是数句，为一二记不记，有无非有非无，常无常。你以有无建立诽谤分别，结集真谛，缘起道灭解脱。如来说法，以是为首，非性非自在，非无因，非未定，非时，非自性常事，你为说法。复处大会，为净烦恼，念严重故，譬如上主，次第建立800句，无所有，先分别自性及自地相。后处大会，有4种禅，分何为是呢？为依夫所行禅、观察二禅、攀缘如禅、如来禅。分何依夫所行禅呢？为声闻缘觉外道修行者，观人无我性，自相共相骨素，无常苦不正常，继续为首。如是相不二观，前后转进，相不度灭，是名依夫所行禅。分何观察二禅呢？为人无我自相共相，外道自他即无成义，观法无我比地上义，渐次精进，是名观察二禅。分何攀缘如禅呢？为妄想离无我妄想，如是处不生妄想，是名攀缘如禅。分何如来禅呢？为入如来地行住觉圣智上3种乐住，成办众生不思议事，是名如来禅。尔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离说偈言：凡夫所行禅，观察上二禅，攀缘如是禅，如来清净禅。譬如日月行，佛道无侵险，如虚空慧尽，修行者观察，如是种种相，外道都通禅。亦复对声闻及缘觉境界，舍离彼一切，即是无所有。一切插自佛，以不思议手，一时摩基顶，随顺入如相。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别佛言：世尊，般破劣者说何等法？为破涅槃。复告大会：一切自性习气，从意识见识转变，名为涅槃。诸佛及我涅槃，自性空殊境界。复处大会，涅槃者，圣者自觉境界。
离断常梦想成非成，分毫非常。为自强自上强上，梦想断，故非常。分毫非断，为一切成起来现在得自觉，故非断。大会涅槃不坏不死，若涅槃死者，复应受生相似；若坏者，应对有为相。是故涅槃离坏离死，是故修行者之所归依。复处大会，涅槃非舍非得，非断非常，非一义，非种种义，是名涅槃。后处大会，声闻缘觉涅槃者，各自上强上，不识境界，不颠倒见，梦想不生，必定以彼作涅槃觉。复处大会，声闻缘觉涅槃者，各自上强上，不识真境界，不颠倒见，梦想不生，必定以彼作涅槃觉。复处大会，二种自性相，分毫为利，为言说自性上计着，事自性上计着。言说自性上计着者，将无始言说虚伪习气计着生；事自性上计着者，将不觉自心现分别生。复处大会，如来以二种神力建立，菩萨摩诃萨顶礼诸佛，听受闻义，分毫二种神力建立，为三昧正受，为现一切身面言说神力，及手观等神力。大会，菩萨摩诃萨初菩萨地诸佛神力，所谓入菩萨大乘照明三昧，入是三昧意，十方世界一切诸佛，以神通力为现一切身面言说，如金刚藏菩萨摩诃萨，及以如是上功德成就菩萨摩诃萨。大会，是名初菩萨地菩萨摩诃萨得菩萨三昧正受神力，以毕清劫积极善根之所成就。次第自地对治所地上，通达究竟之法分地，自大莲花微妙宫殿，做大莲花宝树之座，当类菩萨摩诃萨冠束围绕，众宝璎珞庄严其身，如黄金占卜日月光明，自最胜手从十方来，就大莲花宫殿坐上离冠其顶，譬如自在转轮圣王及天地释太子灌顶，是名菩萨手灌顶神力。
大会是名菩萨摩诃萨二种神力。若菩萨摩诃萨自二种神力，面见诸佛如来。若不如是，则不能见。复次大会，菩萨摩诃萨凡所分别三昧身足说法之行，是等一切悉自如来二种神力。大会，若菩萨摩诃萨二佛神力能辩说，则一切凡夫亦应能说。所以者何？为不自神力故。大会，三少树木及诸乐器声鼓宫殿，以如来入城为神力故，该自然出音乐之声，何况有心者？龙王音乐无量众苦，该得解脱。如来有如是等无量神力，利安众生。大会菩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以何因缘，如来应供顶正觉？菩萨摩诃萨自三昧正修时，及成净地灌顶时，加其神力。复告大会：为离魔业烦恼故，及不对声闻地禅故，为得如来自觉地故，及精进所得法故，是故如来应供顶正觉，现以神力建立诸菩萨摩诃萨。若不以神力建立者，则对外道恶见妄想，及诸声闻众魔期望，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是故，诸佛如来现以神力摄受诸菩萨摩诃萨。尔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神力临中尊，大愿色清净。三摩地灌顶，初地及十地。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佛说缘起，如是说因缘，不自说道。世尊，外道亦说因缘，为性自在，时未人生，如是诸性生。然世尊所谓因缘生诸性，言说有间悉谈，无间悉谈。世尊，外道亦说有无有生。世尊亦说无有生，成已灭。如世尊所说，无明缘行，乃至老死。此是世尊无因说，非有因说。世尊建立作如是说，此有故彼有，非建立渐生。观外道说性，非如来也。所以者何？世尊，外道说因，不从缘生，而有所生。世尊说观因有事，观事有因，如是因缘杂乱，如是颠转无穷。复告大会：我非无因说，及因缘杂乱说。
此有故彼有者，业所业非性，各自心限量。大会欲业所业计着，不觉自心限量。外境界成非性，彼有如是过，非我说缘起，我常说言。因缘和合，离生自法，非无因性。大会复别佛言：世尊，非言说有性，有一切性也。世尊，若无性者，言说不性。世尊，是故言说有性，有一切性。复告大会，无性离作言说，为土角巨魔顶，世间现言说。大会，非性非非性，但言说呢？如你所说，言说自性，有一切性者，理论这块。大会，非一切插土有言说，言说者是作相呢？或有复杂，暂时显法；或有作相，或有用迷，或有动静，或笑，或欠，或轻扫，或念插土，或动摇。大会，如暂时及凶极世界，普行如来国土，但以暂时令诸菩萨得无生法忍，及殊胜三昧。是故非言说有性，有一切性。大会，见此世界文纳通疑，是等众生无有言说，离各办事。尔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离说偈言：如虚空土角，及以盘大主，无离有言说，如是成妄想，因缘和合法，还以起妄想，不能如实地轮回三有体。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别佛言：世尊，上声者何事说？复告大会：为惑乱，以彼惑乱，自性亦现，离非颠倒。大会，如春时炎，火轮对发，干达波城，幻梦见相，世间颠倒，非明智也，然非不现。大会，彼惑乱者有种种现，非惑乱作无常，所以者何？为离性非性故。大会，云何离性非性惑乱呢？为一切依附种种境界故。如彼恒河五鬼见不见故，无惑乱性，以现故，非无性。如是惑乱，自性离颠倒不颠倒，是故惑乱常。
为上不怀故，大非迄乱种种上梦想上坏，是故迄乱常，大非分合迄乱真实咧。若复因缘，自性依此迄乱，不起颠倒觉，非不颠倒觉，大非独自性依此迄乱，有小分享，非性地思想，大非凡有者依夫妄说，非圣言说，彼迄乱者，道不道妄想，其二种种性为性种性，及依夫种性。性种性者，三种分别，为声闻性、缘觉性、佛性。分合依夫妄想，其声闻上种性咧，为自强上计着，其声闻上种性。是名妄想起声闻性种性，大非即彼迄乱妄想起缘觉性种性，为即彼迄乱自强上不愿计着，起缘觉性种性。分合智者咧，即彼迄乱想起佛性种性，为觉自心限量，我性非性，不妄想象，起佛性种性。是名即彼迄乱起佛性种性。有种种事性，凡夫遐想，起依夫种性，彼非有事，非无事，是名种性义，大非即彼迄乱不妄想，自性心以意识过失去自性法转变性，是名为如。是故说如离心，我说此句显示离想，即说离一切相。大非白佛言：世尊，迄乱为有为无咧。佛告大非：如幻无计得相，若迄乱有计得相者，计得性不可灭，缘起应如外道，说因缘生法。大非白佛言：世尊，若迄乱如幻者，何当以迄作因？佛告大非：非幻迄因不起过故，大非幻不起过，无有妄想。大非幻者将他名处生，非自妄想过失去处生，是故不起过。大非此是依夫心迄计着，非现行也。尔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性不见迄乱，中间亦无实；中间若真实，迄乱即真实。舍离一切惑，若有上生者，是亦为迄乱，不净犹如意。